哈哈！呢條蛇精呢，落來啱嘅機關啊！笑啦！诺诺，你愛用五樣都會得到哦。你就是唔知，你係蛇門一個本事咯。冇走咧，行腳掉啦！好笑咯，诺諾。農農，頭先踢滿險咧啦！很怕我會蛇你的。前戲有冇好點點變呢？我害怕哦。農農，一風太奇怪咧！你找羊钙片。風太太咧，你去解會抗拒下。有音嘛？有音財務下嘛？有你豆腐好嗎？用煙嘛，用煙除波下嘛。有音嘛？用煙除波下嘛。有你豆腐好嗎？用煙嘛。了不怪怪的。係很奇怪。你啥？係你啥來我嘅屁吧？看起了，你啥？係你啥當愛啊？用不安用啊？我冇到了咧。什麼個事情啊？你用白音嘛？細姑，用煙來啱嘅腳。咁我要。咁會？計乜計？原來係耶咯啊！嚇死我咧！掉了還是？啱咪咧，有問題，冇見做哪幾條呢？你倆就煩人咯。什麼安用你？你係你會用喺度出竅？我用白日照出竅啊！那樣我離開你會有點困難呢。事情正響度樣辦呢？報告，全部完成。當好，要落三個蛇精你徹底吹半嘅飛，我見到人狗變做我嘅奴才。哦，阿布博士。呢條聲音啊，希望呢條一路平安，夾到真路。爸媽，細姑加油！係啊，冇你咧。等一下，嗰條熱路要來咧。嗰條長煙車能乜個道士嘅？你條飛都唔會做得好。熱路先生，你到底想用白煙啊？你條飛啦，你條飛啦，飛啦，變做阿布博士嘅奴才啦，飛啦，飛啦，冇經驗呢條。飛
總的，拖阿媽喊杜間定人叫阿妹，走開！最面仲要解除咧。原來係阿布博士最面條解。嘿啊，唉，你真係簽死脫你嘴面。我哋都知道阿布博士嘅模樣。係講冇解除，你會找個屍體先知。阿布博士是才踢壞咧。就係啊，實在踢落咧。你聽出佢主動機？哦，係啊，要解脫嘅方法麼？我哋咪唔知啊。了解世界。嘿，八公用個傘。八公，還是啦，高草你是噴。你個係？唔對啊。有乜嘅事情我愛聽手嘅？八公，你有解除熱絡無線解無用麼？解除模樣？了解嘛。哦，了解簡單。你就到海邊前碰嘅樹那度，簽解脫個。八公講，是愛簽到解脫個，失落後，就做得解除阿布解夢咯。唔過算那安泰。八公講，解脫個要特別解顯，搞不愛啦。未到你嘛？誒，到呢位耶！解脫個就到了十股下。細姑，你來啦！係啊，細姑，事主應該是你。我做唔得，我讀書呀，冇理咧。細姑你娘，客家起表好事咯。哦，係起表。加油，細姑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細姑！加油！細姑！實在是夢見到哦。是麼？唔使氣啦。有隻小禮物我送俾你哋，你係無法飛進去，係愛到熱絡衝繞嘅寶物，總得太貴重咧。係去到阿布上，你哋會用得到。是嗎？上來了，上來了。奇怪，這條熱絡仲全冇回信啊！哼，事情辦好了冇？講會啊！呀，講會啊！講會啊！呢條熱絡咁講，熱絡啊！事情辦好了冇？
用咩我？你好膽，你哋會後悔啦！野佬啊，消失啦！有條高魔嘅野佬。阿布博士唔記得你係咁樣嘅呢通。三腳太，小小哥，大佛，冇關事，完事了嘛？探到完事咧，大佛。見到最尾慘你啦！誰今天啊，正能量啦！